现在看到这个桥面上的彩绘呢，就是我身上这个背的情人带的肩带的图腾，然后它都是用几何图形去做构成的。然后我给你们看一下我的这个情人带，这个情人带都是用十字绣的方式这样去勾成的。然后情人带呢，在以前阿美族是用槟榔传情，情人带就成了重要的角色。男生如果喜欢一个女生，就会把槟榔送给那个女生。如果女生不喜欢他，就拒绝，不让他把槟榔放到情人袋。如果女生愿意收下槟榔，并放到情人袋中，就表示她也喜欢对方，愿意和他交往。这就是阿美族情人带的故事。今天导览就到这边结束了，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来都兰玩，谢谢，拜拜拜拜。欢迎你们来都兰参加阿米斯音乐节，欣赏我们用十字绣制作出的美丽情人带。